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卫福部长陈时中进前讲，台湾新冠病毒的采检较准，所以费用才会比中国较贵。这是引发到中国国台办的不满。国台办讲，这位先生不是无知，就是蒙骗百姓。这位先生这个讲法，嘛引发到国内的议论。台北市长郭文摕来挺阿中部长，早起接受到媒体访问的时阵讲。 对等的尊严，所以下摆咱嘛讲，迄个机关安尼就好。有关这个市长过年发红包，台北市政府是甲悠游卡的公司来合作，推出着线顶的红包。来看看我们的画面。 把手机摕出来，台北市长郭文铁示范线顶领红包。今年春节防疫为重，郭文铁取消走春拜庙行程。不过民众上喜欢领红包这个传统袂使少，结合推广行动支付，民众下载悠游付注册成功，就使领到郭市长1块的发财金。不过，你下去点500好不好？伫边拍饼卖果子的商展，拢会使领500。 1块发财金，想要推广悠游付，是毋是无够迷人？我当然是1块钱当然不够，但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了。以前都要花拿了1块钱，又用 QR code 都在扫，比较现代化。郭文铁坚持防疫嘛要拼转型。最近郭市长讲，台北市若出现1000例以上的个案，就会大规模停班停课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说讲，应该全国有一个共识。 还是会依照中央的标准做事。那他喜欢宣布，我就给他宣布，没问题的。我会通知他宣布。国讲到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，以这位先生称呼指挥官陈时中，无愿意讲伊的名。对等尊严就好了，以后我们就改成那个机关就好了。要求和中国对等的尊严，过去有话直接讲的郭文铁，敢若转来啊。